是谁？原来是你们二位来了啊！真是我们来了，来了，谁来了吗？妈妈，苏三姑娘可好啊？对，我家姑娘好不好，与你们二位有什么相关啊？妈妈。苏三姑娘才忙高。
想见苏三姑娘，也不去找找金子。不是我们是请你请来了一位财神爷。财神爷，快快有请啊！是，有请王三公子。妈妈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妈妈，他莫不问的出口成章。说的是啥？七杯肉，他是2点前请，家财不凡。对，是个公子啊！哎呦，快别低声！他还是内气大名鼎鼎，有人有事，皇上是的三公子王金龙是也啊！这个贵人啊！哎呦，快预备上阵，就差一跪卡接风。妈妈休得客气，我是蒙苏三之命特地来的。是啊，哎呀，苏三姑娘到亲王府带唱去了。实不凑巧，那我们就改日再来吧。我看那里是苏三姑娘不才问中，分明是妈妈想要银子哦。是啊，不是的，三姑娘真的不是。苏三姑娘为夫。来，三女两妹，她银子的弟弟。大驴，来，阿诺，见我王三公子。哎呀，公子，请走，快请走，请啊！其未必，可是方便。何位师兄有往何此啊？哎呀，神兄，这里有苏三姑娘陪你带信，我们到后院找自己的心脏灯去了啊！师兄，师兄。苏三，哎呀，请问苏三姑娘芳名？苏三？哦，对，是苏三，是叫苏三呀。今日就是莫名而来呀，王金龙3年门头说是送不知亲友家里谁吃饭？去苏三举子文家。
呀丹唱，将以欢笑作用法，莫生自惭。为姑娘，姑娘啊，我要想你谈江湖法，我要向君儿与你常来往。请息啊！哎呀，公子怎么要对莫非书上怠慢不成？不是。哎呀，岂你怠慢，因我要追呀！我嘛有事就此告辞。堂兄，哦，这些人此就作为所赐啊！
名。岳大餐，送给公子的名，真是个好名字。此君不送花上人，在四目相觑以花的名，应该有赏。多谢公子。贵人公子大喊大叫的做什么啊？妈妈，我已经替三弟改名岳当成了。你名字都改了啊？此句歌颂花上楼，在四目相觑以花的名。妈妈，你快与我替他赏银5两。多谢公子，赏银5两。妈妈，去。哎，去！哎，你玩真像领赏命啊！哎，滚！哎，你怎么将金箍滚下楼去啊？哟，哎，身上没有银子，你还摆什么架子啊？妈妈，没有你的子，不要你做菜。我说王公子啊，不瞒你说，蜀山不愿再见别客，我哪有赏银这金箍啊？妈妈，公子带来了3万6千两银子。对呀，我带来3万6千两银子，一年未到，难道都已用完不成？3万6千两，哪里用得着一生一世啊？我还为你叠了不少银子呢。不用啰嗦了，我在写信为家去催，银子即刻就可寄来。王金龙，当开天窗失良物，你下了许多私心委屈，连一分银子都没有打来，我都开不出碗来。哎，这里是妓院，不是奸商。公子，王金龙，你今日打来银子便罢，啥事没有啊？怎么样？就怪我妈妈无情。想不到人情是此淡薄。想当初谁打上来6千银，媳妇儿用金元门，高儿逢人笑脸人啊，我不低头应连声，内不儿女是我让，再该一如不花定啊，西马金杯与肉菜，后马菜盘与菜饼啊，想不到时光未有一年整啊，3万6千银却化回人啊，高儿死里催必经啊，人也相对真啊，情真
今日家自从人子不从情，乡里年少放青春，原应该立志多是金发分。情侣其实去绿地，公子啊不是早日为难情。公子离去，怎奈你哪有银两给予妈妈使用？想那妇女不幸欠了我不少银子，待我向他们要完便是。哎，公子你差异。人子别离情，劝公子为家多事举功名，苏三立志长相许，愿你金榜上第名，到那日名正一人来说分，我与你夫唱无罪永相
是你的完缘之日，怎么忘了先去敬香还缘了？是啊是啊，蜀山姑娘，轿子已经在门外等候了，去吧，去吧去吧。公子要为南京传旨不足，对，我正可趁少相出门之便，向女娃姐妹上见银两。妈妈，我就去啊，好，杀驴，杀驴啊！快陪你姐姐再去敬香还缘啊！姐姐，三姐，公子，我去就来。去。当初有天经得意，四经不见被小人气。忘记了哪来？什么？银子啊！方才我不是已经说过银子家中就会寄来了？现在是现在没有啊？哼，没有银子，你就不走。就是要追，要等三姐回来呀。没有银子，还有什么三姐四姐的呀？你就给我走，你就给我走，你就给我走！王公子，我是请你开开玩笑的了。我晓得了，王三公子一定是钱了。啊，这是我姑娘的岁数嘛？好，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竟敢穿我姑娘的首饰，你就给我滚！你就给我滚！你就给我滚！我调虎离山妙计用，关中穷鬼王金龙，蜀山东霸看来老娘也好笑啊云啊梅花灯儿对君郎，清早出门往外跑啊！天底下紫金金玉这样巧，巧女公子在观王庙，三姑娘几次三番想脱高，群母要将三郎找，这真是大出跳舞妹子，我来看到刘成院中把金宝啊！
妈妈不用担心，我经过替你去劝。他连我的话都不听，你怎么劝得醒他？你要是去打他一顿，不怕他不起来见他？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苏三姑娘，可是你刘成远的一哭要件事，你要是耽误了他的身体，你去操嘴啊？不是我尽管夸口，只要我听你去劝啊，只要3言2语，保证苏三姑娘为心转意。要是你真的劝得醒他，妈妈我也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什么好处？借你1两银子。1两银子谁没有见过啊？我要5两。5两？你要是真的劝得醒他，5两是5两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妈妈，请为定。我请过。哎呀，苏三姑娘。苏三姑娘，经过你来了。王公子可有下落？公子他怎么样了？公子他是在乖王庙呢。王庙苏三姑娘，哎呀，公子苦了你呀！苦的还在耳朵里，他头上戴的方空，身上穿的是穿袍，3餐时要等王爷几品到，到夜来请家手上把根桥，他真是50年很难熬，只盼三季到来到。公子啊，你乖在瓦当落下呀，后人传过这气高啊，苏三气断已知道，哪怕是千夫万难将你找。金姑，你快陪我去请王公子。妈，那王八宝儿岂肯放你走啊？这是如此好。哎呀，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讲。来。丈夫。我不为丈。哎呀，为了王公子啊，你一定要上。金姑不为丈。不为。妈妈。妈妈，金姑，你快站起来。妈妈，金姑，什么事啊？妈妈，苏三姑娘她疯了。哎呀，女她是流些什么啊？我真没劝她，谁知道她就胡言乱语起来了。苏三，妈妈，他骂你老不死，你这个老不死，他骂你，你怎么完不死啊？你怎么完不死啊？他骂你今天
妈
哎呦，妈妈，苏三姑娘劝醒了，进屋5两银子。不叫你劝倒还好，见你一劝啊，把他劝疯了，还有3个银子了。哎，是关王爷愤怒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滚滚滚滚滚滚！呀孙老娘，东北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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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金龙紧紧在着扶头看，是个风光，一代笑，一代笑。落不穷，自发女大杂欢想，到如今那种子须独生难。来日不问帮，白天飘泊夜桥更是路灯，
不知他能否来姑娘王公子，三娘娘，已经换你了。想不到三姐真的会来到古庙啊！公子，苏三无时无地不得当听公子下落。公子，你今未落到这般光景，不必也罢。思想狠心将我赶出门，我受尽煎苦刺高，我是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爹娘，若怕客人有谁想，我一人把那妇女不寻找，他们是不念究竟在吉祥，这次上门来找你，儿子去放八去来做娘，因亏经过把心软。在观望庙，公子，
我送此女子给便妃。公子，你今儿作何当算？我就新娘为家京都去过。梁公子满腹文才，才去三章，只要用功读书，定能金榜题名。这是我要为转来情，路途遥远，没有船只，是何应得？哎呀，三贵呀，是三贵呀！苏三早已想到。公子，这些银子作为路费。与此人三计相助，是王金龙名贵非夫啊！苏三别无他求，这有一日三计起家，王金龙无报宗名。公子啊，后来，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今日花开路满人，蜜蜂莲花不离分。但愿花香三落时，那面孔不要一去心三弟放心，我王金龙岂是忘恩负义之人？我愿在身体门市，身体在上，我王金龙又造一日金榜得中，绝不辜负三弟。把我的终身是何？对，无论官职大小，我王金龙誓不弃苏三，教我不得好事。哎呀，公子意中了，苏三也在人前以表心意。神灵在上，公子非我不娶，我非公子不嫁。公子，风息悄悄，你可要保重身
门外大喊大叫的做什么啊？妈妈，来了一位大爷，要听牛郎称说声。这位大爷贵姓啊？我叫声叶里，本是山西人，家有万贯金我银哎，2万贯金我银啊，反复来到京都城啊，说着细语，鸟当成貌似天仙是难行，我一般不子女，想讨他委屈，做小心啊！牛郎称不肯见他，留在家里又有用啊！他既然要去，就答应了他，你我还可以趁机捞一笔身家名字。牛郎称的真家们，妈，这一对金子啊，一对金子啊，一对，哎呀，也罢，这有银票一张，你先拿去。一手交人，一手交人，鸟当称马上跟我走啊！哎呀，这个嘛，这玩意有什么呀？哎呀，沈大爷呀，不瞒你说，牛当称旧情难忘，不愿再见别克，所以嘛，必须要用计相骗。妈妈，我倒有个主意，我们写一封假的书信，就上那王金龙他的封为相，要你沈大爷背动他一动前往南京，这样不就可以将他骗到山西了吗？好计，好计，我们一计。阿姨
沈老头子又回来了。还带来奇迹牛当成回来。哦哟，你玩切醋啊？哪里是切醋啊？哦，这是又多了一颗严重之病。既是严重的，我不罢管。此话何意？我有妙计。你且讲来。我们先下到海市深夜里，海市深夜里，在江的菜名太监肉汤吃，太监肉汤吃，岂不是一箭所双雕？一箭所双雕，用马严嵩兵，正把严嵩兵。这样一来，你我就可以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这道的面由你下手。我到洪洞院衙门前去买通官府。牛当成，牛当成，牛当成，牛当成。大爷啊，请你放正中些。牛当成啊，你为什么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呢？大爷，你为什么还不带我到南京去王公子啊？牛当成啊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深夜里为了你可是花了不少的心血哟？大爷，你也在这里？我是叫他翁一夫的，叫他翁一夫的呀。牛郎成，你这种洋肉面端给大爷吃。大爷，哎，大娘请你送来了羊肉面。我家大娘啊，真眼为来。牛当成啊，你吃一点吧。我不吃。你不吃，那我自己吃了啊。味道好极了。要当成啊，你吃一点吧。哎呦，要当成啊，你当我真的陪你到南京找王公子的吗？难道你是骗我的？我当成我对你舍了吧。我花了身家银子一丢尽，买你回来做小心啊。是我当的。这是
请放我走。哪有这样容易的？鸟当成，王金龙一去无影迹，倒不是谁知被我相佛问。你是我生家人，再想回去万不能。你在屋里家门，我一上上是家门。山西萝卜就衙门，谁不知我生眼灵，我困的搞来搞去搞去搞来搞不准。哎呀，牛当成啊，你还是依了我吧。不要死我，让我回去。牛当成啊，你还是依了我吧。哎，牛当成，牛当成，牛当成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呦哎呦，哎，牛当成，嘿嘿嘿，牛当成，嘿嘿，牛当成，哎呦哎呦哎呦，牛当成，嘿嘿。哎呦哎呦。霎时间，官场自叫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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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连心牛当成，哎，牛当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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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爷，大爷，大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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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他。大爷，大爷，哎呀，大爷呀，哎呀，大爷呀，哎呀，大爷呀，大爷呀，牛当成，你这个闲人，尽管还是我家大爷，我将你送官去判。
一路之上宽花赏景，见鸟脱心，地地可可又有何用？走吧。老爸，我有天大的愿望，但不知何时才得送去天神。什么？你一个小小的女子，竟然会有天大的愿望？倒不妨说给我听呐。老爸，你听了，你讲啊。伤心起来了。哦，不必难过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，再观路吧。多谢老爸。哎，这么大的大热天，我唱着这滚子嘴还要起床，你背着松嘎哪追得动我？来来来，我来替你拿下来哦。老爸，想此乃是朝廷王法，怎能取得这个？天高皇帝远，出了城，还管什么王法批法哟？多谢老爸。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？哎，好人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老爸，是此年纪尚无儿女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连孙子都耽误了。老爸，实不言弃，苏三原为命令一女，立此以下事哦。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？使不得，使得，使不得，使得，不得，使得。弟弟在上，受女儿一杯。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。
这。女儿，这跟光秀当见面礼，你唱着走吧。多谢当年子好过三金，故爱用意换回。皇子真将亲生女儿送长门，情侣生呀虽人过啊，如今母子痛苦生，说什么爹娘心他恨，谁愿意将亲生女儿送长门？定算是生计所怕出母内，国从分离也伤心啊！儿哭问宝儿伤良心，他不该忘恩负义负人情，我为他挣得多少鲜花人，到头来将我美玉生一领啊！宝儿是有谁看小烈人啊，无邪怀莫上门，姑娘年轻当作要件事，到生老死亡就当作马路神，带什么良心失什么恩，还不是忘情把人断成情啊！三哭问府上生意里
天就三天四去。后面也是亲夫君，与妹同台观，红同园，害我冤枉海洋飞。你难说，这个男人讨了两个女人，万不要嫌弃出黑不了。苦问三番呀，愿分家人将我出版，当当秋当来到身哎，常言道，千里做官则为财，官不吞赃，岂不要亏损老本？你不招，他只好用意；他一当，你就招，他的当就退了。苏三，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？我要死要想要哭这红洞原来是好人。什么？红洞院内无好人？那不用说了，我也不是个好人了。来来来，把这个带上吧。我也去娃儿出城去，弟弟把怒气生，我走上前去忙百里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呀，为雨呀里老弟弟好好女儿，我哪会生气？弟弟，快走吧。弟弟慢来，是有关的姑娘。想昔日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时，谁曾极力下誓约？事情等我再去做高人哩。哦，这也是的，快走吧。
相见太不容易，是对你那王公子是把负心爱，要不说那有缘难生啊！老弟弟他知道有缘难生，所以我若能诚心。天日不少，快带上走吧。哦，弟弟且慢，女儿有日要与弟弟相访。什么事啊3季中有人替我写下深冤大饶，事情尚在身旁，望弟弟总要想个办法替女儿伸张才好。这个女儿将上次上在严格之中，你见了都天大圣撇书开家，就升上了。多谢弟弟，带上走吧。
来了，你那万岁之身，当路冲撞，难免要受皮肉之苦。来来来，快些为吾多比一旁。是代堂家。见过三位大臣，范武蜀山苦神带到，现在当口，带上堂来。是。万物蜀山上堂，苦啊！
理四才，走吧。万夫带到，范夫因何不带起头来？有在不管带头，死里无罪带起头来。谢大人。我这里举目来观看，果然是蜀山深渊都出长渊。一时是不与我斗魂莫言。我心中好事乱起大人受惊了，官事有病。多么二位也说怪话，这是有点头昏了。请问大人，此案可问？此乃是谋杀生命的案子，哪有不问之理？大人正是哀民死子，是此你我大家同生。范夫可有赏？与升上来。胜利可有赏？利是有，叫你升上来有是福，这是何道理呀？分明是个吊物，来看大印是何？哎呀，大人且慢！范武空上之被人失去，故而尚在高内。王大人开启此人，叫范武当场撇书开告。范武终是救人，也是你。请问大人，此因可免？免来，当撇书开价。价差32令为分。是。范夫早上这上面一书来，大人有笔。牛当成鬼子头。
岳道成又是何道理呀？分明是个吊物，用意要分好，两毛人推廊下四痕，神呐，神呐，分呐，分呐，讲吧。见面银子300两，吃一杯香茶酒粥，以我看来啊，可以算得是一个大大的阔客啊！嗨，哪里是阔客，分明是王门之中插了个爬架自身。哎，聂兄，以我看来啊，那王公子可以算得是个大大的阔客。算不得，算得，算不得。你兄，大人是算得吗？你我就是是算得呀！
金，难道你欠的银子传的银子不成？哎，年兄，向他远走，另外是有花费呀。他成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费？这上字面写的是花费呀。哦，原来是厂子上面写的，不是他成自讨的。此次你我就生他的花费替心上的王八女见了盗用的嫖客。我三大文人去传一份，你可曾见到王公子啊？我与他姑娘后地同乡为跑得痛哭在旧情，身体定下生死门。兄，他曾想那牛当成倒是固有义气的，是我见的。想那王公子穷途落怕衣衫褴褛，那牛当成万与他再聚就近，定下了黑日山盟，岂不是固有义气的吗？哪里是有义气？这怕是长文之父虚情假意。穷途落怕再续就近，定下了黑日山盟。二位爷兄，那牛当参可算是女中安夜山。你我就算他有义气呀！提兵二五登城，用手压来300余两。对呀，
这黑夜之间，一无天平，二无灯程，用水也来是有300余两。哎呀，三呀！哎，大人说什么？难道我是那王公子啊！捉奸捉奸300两，高层的说山正他也是300年，岂不是300两为300两，人人引来心欢心。你是300两问300两，何为年兄，我们生下去。生下去，讲。牛当城里子不家等，公子女子不娶妻，牛当城里子不家人，说三七，说三七，娶不家人。岂有看来恨一生，凄空雨袖明归阴。那彼时三母海人拉拉擦擦到关天，让官舍怎样生吧？这堂官司生得好，二堂官司的冤难分，轰动冤社会凄凉，也要分赃800人，上当西当40般，这无情的判事难用人。你可曾造成？
问呐？莫非求兵佛法神呐？神呐，问呐，素才你在剧中死了几载？在剧中死了1年里，不有人先爱传话，地雷传王如雨人，王八宝儿不中意，你那死心的王公子呢？他与我如在夫妻有情。眼前才有王公子，你可曾得？你的他与王公子亲大给你真得亲，哪怕你那王公子去内幕上身传好，他不能成绩了。才能记得公子你不重视距离关心。哎呀，手山长长去求情，都是邻居催我去，他句句都是真心话。我岂能贴在心上太负心？直到下回来相认。王法条条不用情，素才你的案情本月一次，但正审问清楚，是为水落石出，你暂且下去吧。这当官司未同意，若当趁责任放宽心，其他人这大人好似救心人，莫非是我那三郎的功力？公子就在江湖王法条条不用情，有了不放地失去自心话，看他自己不自己。大人若当趁好比话中人，那王公子必作何来？王公子好比米种菜花丁，想当初花开多美人，蜜蜂与花不离分，到如今花下已散落，蜜蜂一去就无影
还不快撤远去啊！大人，二位义兄，想当就当成确实冤枉，明日里当平复此案。平复此案，理当是此，理当是此，推当。请去！想我王金龙插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刀刺当庭，三气下落。想不到三弟身受不法之冤，我就是拼了这一定无杀，也要得救于他。若当真是他求他亲人，把父亲安大人进去烟花女子为妻，有什问题？团大人，你我上天追本升堂。刘大人，此话错也。错在哪里？此故官上是西上，与人方便么？时机方便。刘大人，何必故意认真？那王金龙上元切地，归为请安，你我为在他下，冲上只怕不理。这就是告到了他，这把夫请安么，也不为娘你去做。何必接下这股冤仇？刘大人不妨三思。以潘大人之见你，那若当臣其实冤枉，你我就为他平复此案，将那凶犯少监生于彼日捉拿归案，立即释放若当臣，再审水太子惩戒于他，这样一来么？